喺耶路撒冷老城穆斯林區內嘅苦路上面，你會睇到南北兩個水池，希伯來話係 Bet Hesda， 意思係恩典之家。圍繞老城東面城牆嘅入口，距離100尺城內嘅陽門，亦都係1967年以色列散兵喺6日戰爭中闖入耶路撒冷老城嘅嗰道門，而家稱為獅子門。喺嗰度有2個相連嘅儲水池，最舊嗰個從歷史可以追溯到希臘時代。據說呢個嘅水池有醫治疾病嘅功效。當天然嘅地下泉水引入水池嘅時候，水位會隨住水壓嘅變化上下移動，會引致小漩渦嘅出現。呢啲小漩渦又引起當地人有一個嘅傳說，因為有天使按時下池子攪動那水，水動之後誰先下去，無論何什麼病就痊癒了。希律王朝時期，由於耶路撒冷嘅水源短缺，因此希律王再興建多個儲水池，尺寸相等於一個現代豪華度假勝地嘅游泳池，有多個入口，多個層次。耶穌喺安息日就係經過呢個水池啦。約翰福音5章記載，喺畢士大池有好多病人，有瞎眼嘅、瘸腿嘅、血氣枯乾嘅，其中仲有一個病咗38年嘅。當耶穌見到佢，知道佢病咗好耐，就問佢：你要痊癒嗎？病人答佢：先生，水動嘅時候，沒有人把我放在池子裏，我正去嘅時候，又有別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穌對他說：起來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嗰位病人立刻好返，佢拿起佢個被鋪就走咗啦。當時轟動咗整個社會，因為喺安息日拿被鋪都係唔可以嘅，因此呢個係主耶穌最有爭議嘅神蹟之一。而且你要痊癒嗎？呢個嘅問題聽起上嚟有啲嘅奇怪，邊個唔想醫好呢？尤其是等咗咁耐。主耶穌更加深入去問有病嘅同埋嚟到佢身邊嘅每一個人：你準備好要痊癒嗎？你對自己嘅生命負上責任嗎？你想得自由嗎？你準備好侍奉永生嘅神嗎？還是仲係將你嘅現況用藉口去怪責別人呢？感謝神，喺好耐之前嘅一個安息日，耶穌喺畢士大池所施行嘅神蹟，表明咗耶穌嘅愛同埋恩典戰勝咗疾病。我哋喺今日，凡謙卑嘅人憑住信心，伸出佢雙手向上帝祈求，恩典都會去臨到佢身上。無論喺世界任何一個嘅地方，都會成為恩典之家。多謝你嘅收睇，如果你想睇呢個視頻嘅完整版，或者想了解更多嘅信息，你可以點擊以下嘅網址。